我走，去哪儿都行。臭赶车的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这车夫干的？不可能，大哥可是5品高手，就凭这个臭车夫，一定是他，身上还藏了什么暗器？哎，既然收了你的钱，便护你一路无忧。哎，这人我照了，你们走吧。你说什么？就凭你？快走！他们都是北地高手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借你腰带一用。臭流氓！他们人呢？都被我打跑了呀！腰带还你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想必是那群杀手看到了官兵巡街逃走了。姑娘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去我怀里。春毒，这毒好厉害，若不解开，他必死无疑。邓徒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怎么说，她也是救我一命，堂堂大周长公主，怎能做如此忘恩负义之事？那么多师妹师姐都查我的身子，你就这么轻易的得到了？你还委屈上了？拿钱，滚！好了，滚就滚。等等。他是个马夫，逢人便说昨夜之事。我这一世英名，岂不坏他手上？不行不行，我得看住他。给不给啊？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我改主意了，虽然你是一个马夫，但是功夫还算凑合。哪方面啊？算了，我就勉强招你做我的侍卫吧。昨夜之事不可乱说，否则我就阉了你。侍卫？你给我多少钱？1个月100两。100两？车夫每月才2两，这样我就能攒钱找师妹了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就再让我看下身子呗。哎呦，不给看就不给看，手咋这么快？等我攒够钱，就找师妹去。黎阳公主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再有3天就是与北狄比武的日子，陛下刚刚驾崩，您可要保重身子，大周可不能没有您呢。原来她是大周长公主。北狄连年犯我边境，如今趁我大周群龙无首，竟以2国边境10城为赌注，我定让他们付出代价，还我边境太平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皇姐，这位是他是我新找来的贴身侍卫。侍卫？皇姐仰慕师兄多年，身旁从未有过男子，怎么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多出来个贴身侍卫？皇姐，
我帮你试试这侍卫。啊，干啥？你放开我！什么也没有啊！登徒子，我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我没动啊！你放开我！黄姐，你看他！好了，不要闹了，放开黄妹。哦，竟敢让我出如此大丑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给我等着！等那臭侍卫进来，定会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就可以让黄姐给他赶走了。还是皇宫好啊，洗澡都是单人单间。小侍卫，我与我黄姐，谁更美啊？这么容易就上钩了，我非要揭穿你的真面目不可。你能不能翻个面？什么？非礼啊！别乱动，别喊，有刺客，他们是根据声音辨位的。皇宫守卫森严，哪来的刺客？分明就是你这登徒子！真有刺客？没有啊，难道不是我师妹啊？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我肯定是你搞的鬼！你休想占我便宜！别乱动，你要干嘛？办正事。不行，你再过来，我就喊人了。结束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哦，黄姐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杀了几个刺客，你信吗？别以为你会点武功就可以到处炫耀，与我大师兄相比，你还差得远。公主，武状元何武有要事启奏。知道了，穿好衣服，跟我走。御林军中郎将武状元何武，参见二位公主殿下。何状元平身。黎阳公主身旁什么时候多了个侍卫？何状元，听说你有要事启奏。启禀公主殿下，臣听说北狄花重金聘请风雨楼高手前来助阵，遂来与您商议比武之事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公主殿下，风雨楼内高手个个身怀绝技，其圣女更是位列天榜前3甲，还望您早做对策。风雨楼，父皇如今尸骨未寒，黄姐你可千万不能再出事了。要不我们认输吧？认输？若能寻到师兄，任他来什么人，我又何惧？他北狄欺我大周群龙无首，今日拿10城，明日攻我100城，大周绝无认输的可能。什么风雨楼，任他来便是。殿下说的是，更何况风雨楼圣女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哪会如此轻易出山？即便他出手，臣必定会护公主周全。好，何状元，那就有劳你了。黄妹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去休息。是。小子，能做公主陛下的侍卫，想必功夫一定了得。咱俩比试比试。给钱啊，还能白教你功夫吗？
你可羞辱我！不给钱就想偷学功夫，想得美！打够了没有？怎么回事？难道他衣服里藏了什么东西？装神弄鬼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将军想和我比试两下。够了，我说过，这里是皇宫，容不得你这般胡闹。盛怀，记住你的身份，若再如此这般放肆，我定将你逐出宫去。我也没动手啊！哎，圣女，该出发了。知道了。圣女，您不是一向不问门内事务，这是怎么？多嘴。师兄，你终于下山了，师妹这就替你拿下这10座城池的赌注，当做见面礼。少女驾到！恭迎圣女！竟然真有高手！刚刚的侍卫是不是看了我一眼？等着，一会儿我定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黎阳公主早就听说你是闻名天下的大名儿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就是不知那床上功夫如何呀？放肆！无礼蛮夷，胆敢羞辱我大周公主，哪来的胆子？给我1000两，我帮你摆平。啊！你这最低级的侍卫，竟敢大放厥词！那阿古基已经是5道8品，像你这种小角色，一个照面就能被秒杀了。5道8品，是什么很高的品级吗？一个连5道都没入的人，自然不懂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贴身侍卫的。黎阳公主啊，并非我阿古基无礼，只是这在场之人属实不够我看的。你，公主殿下，带臣去教训教训那狂徒。你不太行吗？阿古基秀在嘴上逞强，可敢与我武状元打一场？好啊！没意思。你们的大周都死绝了，男人让这一个废物当了状元是吧？不可能，5道9品。5道8品便已能笑傲一方，他居然修炼到了5道9品，普天之下恐难逢敌手。黎阳公主，你生得如此好看，不如日后当我的爱奴啊！你，你若不从，这便是你大周百姓的下场。这是崇山太守的人头，还有百姓的鼻子，他们屠城了！阿古基，你这无耻之徒，竟借由比武之名屠戮我边关百姓，你无耻！比武？谁告诉你们我们是来比武的？你这皇城外已尽是我北狄兵马以及那风雨楼的高手，而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你们的命！丧尽天良，竟敢屠戮我大周百姓，我杀了你！
大周的人都死绝了，就这么点本事吗？皇姐，你受伤了，我只跟师傅学艺3年，不然岂容此等小小放肆？若师兄在此，别过来！别着急，等我玩玩你姐姐，再来玩你。回来！江畔！师妹，浪费时间，赶紧杀了他们！是，你个贱人，我杀了你！师兄，来生再见。快走！你只是个马夫，你快走啊！放心，这一次我分文不收。原来是个侍卫，看来你们大周的人真是死绝了，竟让最低等的侍卫上场。小子，我念你忠心，我让你一招。来吧！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看好了，这招叫剑荡九州。这是剑荡九州？不对，剑荡九州的每一式都可以开天辟地。如果真是剑荡九州，早已引发天地异变。这也太像了，难不成是本门的剑招传出来了？哎呀，还好收了礼，要不然这天灾便降下来了。不可能啊！师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师妹，你叫我什么？师妹啊，咱赶紧回去吧，我还有事跟你说呢啊！师妹，她也有一个师妹，认错了吧？差点忘了，那个姑娘，能不能出来让我看一下你身子？你找死吗？她可是风雨楼圣女，天榜排行前3的高手。虽然你侥幸打败阿古姬，但未必是她的对手。可以啊，不过我要先挖了你的眼睛，割掉你的舌头，把你变成废人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，好漂亮啊！怎么会这么好看啊？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怎么就这么狠呢？你闭嘴！这世上除我师兄之外，看我者都得死。又是一个暴脾气。阿古姬这个废物，到最后还得让我收拾烂摊子。小心，他们是地煞境的高手。师妹，你在担心我？你别乱讲。还有，我没有担心你。放心，我是无敌的。给我杀了他！是。我记得师娘说过，有一个师妹在什么组织里，难道会是她吗？试试。你只能做到的。你变态吧你！什么也没有啊。那个，抱歉啊，我是来找人的，看来不是你们。废物，退下吧。是。你这淫子，还敢自诩天下第一，连我师兄的一根手指都比不过。哦，你师兄有这么厉害？
我师兄15年前便将本门的剑法修炼至大成，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武功定是冠绝天下，威震八方。哦呦，这么厉害啊！听你这口气，似乎瞧不起我师兄啊。难不成师娘说的那位师妹是她？可我得怎么才能让她给我看呢？有了，等等，我看你生得漂亮，我怕把你给打坏了，不如咱们比试一场，怎么样？至于比什么就由你来定。你若是输了的话，就答应我一条件。那若是我赢了呢？随你啊。他那一招与本门的剑荡九州实在太过相似，我得找他问个清楚。好啊，比就比，我还怕你淫贼不成？我师兄最善用剑，那我们第一局便来比剑吧。都依你。不自量力！我这剑乃天外陨铁制成，锋利无比，无坚不摧。本是送给师兄的见面礼，今日便拿你来开刃。哎呦，的确是把好剑。这是我大周的镇国之宝，借你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呀，用这个就足够了。你没在开玩笑吧？这未免也太狂妄了吧！就用一只小羽毛就敢挑战风雨楼的圣女，简直闻所未闻啊！是，此前不过是仗着神兵利器打败了阿古基，那圣女可是风雨楼第一高手，位列天罡境，她就等死吧！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此人非同小可，此前更有一人灭一城的传闻，你真的要比吗？放心。狂妄！没有啊！你找死！难道在这儿？这儿也没有啊？还是在这儿？到底在哪儿呢？这放开我！是在比试，还是在调情啊？哎呀！小心！岂有此理！想我风雨楼圣女何时受过如此屈辱？等等，圣女，你刚才说的是比剑，但现在你用的可是暗器。这淫贼太过灵敏，我竟拿他没辙。只是他为什么只躲不攻？罢了，让你们一局又何妨？下一场，我们比内功。比内功？我可听闻风雨楼圣女内功深厚无比呀！是啊，当年他孤身上昆仑，一人力战3大宗师。如今几年过去，实力岂不是更上一层楼了？就是，这不公平。上一场是你说要比剑，那这一场比什么，应该是我们说了算。那淫贼不过是灵活了些，而剑法又是我的薄弱之处，比其他的又能如何？那你说比什么？看我干嘛？我随便，就比内功呗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这是圣女的成名绝技风华绝代，我们都要被这个臭侍卫给害死了！什么？这是圣女的成名绝技呀！当年崖山论剑，一招风华绝代，支持天地一变。我大周300高手全部殒命当场，从此我大周再无地煞境啊！若是这招打出，我大周皇城必有灭顶之灾呀！不行，纵使是命丧于此，也不能让此招落下。
自量力！师妹，你还有心思管别人？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不行，绝不能让此招打住！皇姐，不要！你这个畜生，还不跪下来给圣女道歉？你想带着百万人民跟你一起陪葬吗？没用了，你们见过我如此狼狈的模样，都别想活着离开。我的身子，只有我师兄才能。你这招虽强，但若是内力能再汇聚一点，说不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你有什么资格来指点我？去死吧！不行，不行！完了，完了！我们要被这臭侍卫给害死了！九转风云拳！九转风云诀，难道是师兄下山了？给我散！你是师兄，你是师兄。这些年冒充师兄的骗子实在太多了。我记得师兄那里有刀疤，在我看到疤之前，绝不相认。师妹，都解决了。长公主在上，现我大周因群龙无首，导致边疆动荡，臣大周秦王，恳请长公主即刻登基荣登大宝。还不叩拜新王！恳请长公主登基！恳请长公主登基！恳请长公主登基！既然如此，登基大典于10日之后举行。我那个这次北狄之乱，幸有你出面，理应厚赏。只是近来国事缠身，你也累了吧？让皇妹送你下去歇息吧。哦。走吧，死变态！皇姐，你马上就是皇帝了，街上的事情便是这是为何啊？去，把他裤子扒了。什么？我扒他裤子啊？这也太便宜他了吧！让你去你就去，你怎么不去啊？我堂堂大周公主，这样的行为有失体面。嘘，我是什么很贱的采花贼吗？去，快去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大晚上怎么还吵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刺客何在？抓到了！你们俩怎么出来的？放手！若非本尊从月华峰日夜兼程赶来，没有宵小，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月华峰，师娘是不是说过我有师妹在什么峰来着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来皇宫行刺！什么行刺？我是来寻人的。寻什么人？擅闯皇宫本就是死罪。陛下，
属下现在就将其押入慎刑司，好好审问。等等，放开那个女孩，让我来。什么？我也会些审讯的手段吧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见色起意。你别乱说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来这种话呢？好了，沈公子是大周的恩人，随他去吧。不是，你俩还没说怎么？沈公子，行了，你们俩就别在这守着了，明儿一早等我好消息。好，那就有劳沈公子了。我们两人吃酒去，肯定听不见。莫名其妙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可是落花仙子，要不是我走得急，你怎敢？你安静些，我又不能吃了你。没有啊。你杀了我吧！啊，不是，你哭什么呀？我也没对你怎样啊。这怎么回事？是九转风云诀，师妹，你是师妹？师兄，师妹，师兄，我这一路上寻你寻得好苦，银子花完了，只能祝城东破命。好了，不哭啊！对了，师妹，你身上的刺字怎么就一句话呀？师兄只看到了这处，别的地方还有啊。哎，师妹，你饿了3天没吃饭了。走，师兄带你吃饭去。师兄，我吃饱了。师兄怎么一直在看我？我在想，你是我哪个师妹啊？师兄猜猜看。你是五师妹？师兄怎么知道？五师妹从小花香四溢，招蜂引蝶的，你这般香定是五师妹。师妹，你那个师妹，何将军，我家大王即将出关，到时定会踏入天罡境，屠戮大周，为阿古姬王子报仇，还望大人早做决断。你们想让我谋反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不是喜欢那黎阳公主多年了？她即将登基称帝，身旁还多了一位高手，到时哪有你什么事儿？今日我就助你一臂之力，当做给你的见面礼。陛下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谁让你拒绝我的心意呢？哦呦，别管他，你吃饱了吗？
可不可以让师兄看看九转风云诀啊？师兄是坏蛋，不理你了。我坏蛋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快传太医，丽阳公主突发恶疾！什么？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未遇到如此恶疾。就是啊，这病简直无药可医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怎么办才好？啊！这不是恶疾，是毒啊！是至阴至寒的剧毒啊！是什么？不可能，皇宫内怎会出现剧毒？他娘的，北帝暗算我，那不应该是春毒吗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脱身。对了，是刺客！我记得昨晚皇宫内抓到了刺客。啊，有刺客！师妹，师妹，你来的正好，刺客呢？若是能知晓配方，我太医可能能配出解药。哦，你说五师妹啊？她不是刺客，已经被我放了。什么？放了？秦王殿下，此人私自释放刺客，谋害陛下，罪该万死。你相信我，她真是我师妹。昨夜那女子擅闯皇宫，此后皇姐便中毒致逝，命悬一线，而你偏偏要把这刺客放了，你要我如何相信你？你放心，带五师妹前来，病一定能治好。没用了！陛下如今是新疆救木之人，这天下除了露华仙子之外，再无人能医。露华仙子就是那位妙手回春，被称为阎王愁的露华仙子。坊间传闻，天下高手万万千，一妖一仙半边天，这其中的仙便是那露华仙子，那可是与风雨楼圣女齐名之人呐。那他身在何处？露华仙子远在月华峰，纵使最快的马，也要3天3夜才能赶到。更何况露华仙子从不下山，纵使在月华峰上能够得见其一面，已经是3生有幸了。露华仙子，月华峰。对了，哎，来，我五师妹啊，就是露华仙子。啊，他在说什么呀？你休要在这里辩解！露华仙子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你连武道都不懂的人，你怎么会与露华仙子相识？是啊，露华仙子隐居多年，老夫5年前曾有幸得见，她只教了老夫一手，就拯救了千万人的性命。你若真是仙子的师兄，怎么可能会一点医术都不懂呢？就是，你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秦王殿下，臣恳请您惩治此恶徒，枭首示众。臣恳请殿下惩治恶徒，枭首示众。来人，将沈怀给我拿下！病人尚在，还如此喧嚣，你们是嫌他活得太久了吗？你还敢回来？露华仙子，你是露华仙子啊！师兄，你找我？什么？师兄？他是露华仙子的师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此前多有得罪，本王恳请仙子出手相助，本王代表大周感激不尽。不行，如果让这露华仙子把公主治好，中毒之事岂不查到我头上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是这个臭侍卫给刺客找的身份罢了。他，聒噪！哎，师妹，既然你来了，快看看他怎么样了。我不要，我还在生师兄的气呢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露华仙子还对他撒娇呢？就是，不但得到公主的赏识，就连这露华仙子也……哎呦，五师妹嘛，消消气儿，人命关天呀。那
我要师兄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啊！我还没说什么条件，他对师兄就那么重要？宣丝诊脉，是宣丝诊脉呀！醒了，黄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回事？黄姐，你身中剧毒，若不是陆华仙子出手相助，恐怕……多谢仙子出手相助。我是看在师兄的面子，与他人无关。师兄，人我给你救活了，你可莫要食言。师妹，放心吧。师兄，师妹，看来他已找到师妹，抓住他！皆是因他送来的饭食，才致我如此狼狈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是北狄让我干的呀！又是北狄，看来他们是想不死不休了。来人，把这叛徒推出午门，斩首示众。是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退下吧，登基大典如期举行。是。师妹，你身中之毒，至阴至寒，本尊只是暂时压制了你体内的湿气，若想根治，需另寻他法。望仙子指条明路，只要能根除此毒，仙子尽管吩咐。对呀，师妹，这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嘛。若想根治，说来也简单，只需师兄。我，师兄乃纯阳之体，世间唯有你能解此毒。哎呦，你不早说，开始吧！你干嘛？传功啊，不然呢？哦，传功啊，那还好。不行，师兄，你的内力太过刚猛，会害了陈姑娘的。那上次咋没事啊？师兄，你说什么？我没什么。那现在该如何是好？风雨楼禁地有一株千年水仙花，以此花为引，可以调制出中和阳气的丹药。只是那风雨楼圣女武功高强，就连我也不是其对手。你们能拿到？我还当谁呢？那姑娘我见过，怪可爱的。可爱？九转风云拳，散！师兄，圣女不可呀！此前你元气大损，还不能走动啊。等我养好了身子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。师兄，你可还记得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？当然记得。师妹想要什么？亲我一下。什么？亲我一下！哎呀，师兄笨死了！撅起嘴巴，闭上眼睛。这就完了？师妹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师兄讨厌，别问。师妹，那我多亲几下，能不能给我看看九转风云诀啊？不可以。
明明没有伤到我，只是内力损耗太大，怎么会这么久都恢复不好？圣女大人，伤势恢复的如何了？没有我的允许擅闯我房门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来人，给他长长教训！圣女大人何必发这么大火气呀？毕竟你马上就是我的人了。畜生，你想造反不成？造反？苏梅，我本就是这风雨楼的楼主，何来造反一说？你未免有些太得意忘形了吧？若不是当年我随师父修行，这楼主之位，爹爹怎会传给你？你竟还敢对我有非分之想！少废话！这么些年，你一直在寻找你的师兄，何曾管过这风雨楼啊？还不全靠我一个人？今天就让你弥补我的损失！要不是你元气大损，就算中了这10香软金散，功力也远在我之上。看来我得感谢那个与你比武之人了。别过来！臭娘们儿，你就不能乖乖从了我吗？你做梦！今天我就算是撞死在这儿，也不可能让你碰半下。好，那我就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让你为奴为妾，余生只能服侍我一人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擅闯我风雨楼！你们这儿的人可真不够友善，不过就是问个路，一个个都喊打喊杀的。师兄，那是禁地，禁地。那咋了？我问的多客气啊！姑娘，你知道禁地怎么？你竟敢无视我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你好吵啊！苏梅，你竟然勾结外人，对得起老掌门的在天之灵吗？你还敢提我爹？待我养好身子，定把你剁碎了喂狗！你，来人！有人擅闯风雨楼！掌门，大事不好了！刚刚来了一男一女，擅闯我们，已将楼内4位舵主及12大高手全部打成重伤了。说什么？掌门，就是他们啊！什么？你究竟是何人？竟能力挫我风雨楼16大高手？畜生，你真是被一个色字冲昏了脑子！你只在意我元气大损，却不知因何而死。你难道不知道有人破了我的风华绝代吗？什么？破了风华绝代？难道？哎呀，祖宗在上，小的见过祖宗。祖宗，您是要找风雨楼的禁地是吧？我知道啊，我能带您去。这风雨楼的财宝尽数归您的。啊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墙头草而已，不都是这副嘴脸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叫他曾孙子吗？用不着，我要亲手杀了你。苏梅，你。师妹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什么花啊？是，此物极为罕见，炼制丹药可令内力大涨。不过，风雨楼圣女当真愿意忍痛割爱，别过了几天恢复了元气，再杀上门来。我风雨楼圣女自然说一不二，这小子救我一命，一株花而已，给他便是。反倒是与我齐名的露华仙子，竟是这般小肚鸡肠之人，真是让本圣女开了眼啊！你怎知我是落花仙子？瞧你这不染凡尘的模样便知。哎，好了，还有人等着救命呢啊！
等等，我能提个要求吗？你说呗。之前与我比武的功法，你能再运转一次吗？你说九转风云诀啊，那有何难？现在就给你看。等等，如果师兄用功，我岂不是……不行，不行！师妹，放心，这功法我还没学全，不会毁掉这地儿的。师妹，那也不行。哎呀，放心放心。能让我看看吗？师妹，你也是我师妹。师兄，真的是你啊！师妹，快让我学学功法，来！师兄要是学会了，岂不是不理我了？我不要。哎，怎么会呢？师妹，是我错了，你就别生气了嘛。没想到被人称为冰山美人、露华仙子的武师姐，竟也有娇滴滴的一面。你不理你们了，我要回月华峰。别啊！哎呀，六师妹，你帮帮我呀！师兄，他想走就让他走嘛，有妾身伴师兄左右，师兄还怕寂寞吗？六师妹，你怎么也像变了个人一般啊？因为你是我的师兄啊，对待你当然要异于其他人了。若不然，师兄怎知妾身的心意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怎么献殷勤也没有用。师兄刚刚还亲了我呢。什么？师兄，不公平！妾身也要吗？六师妹，我说二师妹，咱们以后能不能不要玩这么累嘴的游戏了？这是风雨楼圣女，快来人！风雨楼圣女打上门了！你们误会了，咱们是来帮忙的。帮忙？她魔教圣女就会帮我们的忙？不可能！师兄，你让开，他们竟敢拦我的路，想必是嫌自己命太长了。师妹，师父师娘曾经说过，莫要造太多杀孽，而且他们也不是坏人。师兄教训的是啊，然后没有师兄的命令，妾身便不会轻易出手。师兄，你别松手嘛！我也要。我没看错吧？风雨楼圣女竟会对这男子如此亲密？不仅如此，那白衣女子乃是月华峰的露华仙子。什么？两位绝世美女抢一男子？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啊？走吧。走。恭喜大王，功法大成，这天罡境巅峰恐怕世上再无敌手。给我召集北敌所有天罡境高手，我要血洗周朝，为吴儿报仇！怎么样了？妖女，别，没事没事，这也是我师妹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就连那里都突破了，谢谢你。这师妹也没说抢个功会这么累，早知道多吃几碗饭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师妹。好机会。
你干嘛？没事儿，你是你的。你在仇报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干，都是误会。你就是缠我的身子，我内力呢？没有内力，那不正好？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你别乱叫啊！哎，你别叫！救命啊！你给我看看，你就看看，别叫了！师兄，师兄，你竟然……师兄，梅儿究竟哪里比不上他吗？不是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啊！这受欺负的人，分明是我才对吧？师兄，你武功那么高，若非你想，怎么会让他靠近？就是，我，还不是怪武师妹你啊！你也没跟我说这传功会耗费这么多体力啊！我现在一点内力都没有了。没有内力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们要干嘛？干什么？不好了，王姐，不好了！哎，回来！什么不好了？北狄王携天罡境高手数十人，一路攻城略地，正于都城百里外安营扎寨。什么？师兄怎样都好看。打探过了，从方位来看，他们应该是打算发动4项大阵，一举摧毁整个皇城。什么？4项大阵由东南西北4处，需由10名天罡境高手坐镇。一旦启动，天罡境之下无人能幸免一死。但每破坏一处阵眼，便能使大阵的威力弱化3分。问题是如何打败10名天罡境高手？那个天什么境高手很厉害吗？师兄，我便是天罡境后期，若对方10人是刚踏入天罡境，我倒是能与之周旋。不对啊，我现在内力全无啊！不如长公主殿下，北狄王邀您明日午时城内一叙，如若不来，便将这皇城覆灭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看来那北狄是要谈条件了，至少在明日午时之前，皇城还是安全的。皇妹，你随我去御书房议事。明日我要去会会那厚颜无耻的北狄王。是。这就走了，慢点啊。那我也去盯着他们，以免他们耍什么花样。师兄，你好生休息，明日一战，就看你能恢复几成了。哎呀，这武师妹倒是给我点恢复内力的药啊！师兄，明日一战，你能恢复多少尚且不知。那个姑娘对你就这般重要？当然了，她也是我师妹啊。她也是。那若是有朝一日，妾身也面临同样的危险，师兄也会像这般奋不顾身的救妾身吗？当然呀。不过师妹，你这么厉害，应该不会遇到危险的。或许可以帮到师兄。师妹，你不怕我学完之后不理你了？对方人数太多又太分散，这是妾身唯一能帮到师兄的地方了。师兄就快学吧，免得妾身后悔。
这九转风云拳，竟然真的让我恢复了内力，而且还比之前更强了。师妹，谢谢你。师兄，你快去其他阵眼吧，这里我应付得来。师妹，纵使你武功高强，也绝不可拖大，保住性命要紧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等你来接我的。小娘子生得这般好看，是瞎了眼，找了个负心汉。是啊，就让你一个人留在此处，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快快给爷跪下！爷待会儿会对你温柔些的。护着你们的人都走了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教官，救命啊！师兄，敢伤我师妹，找死！师兄，你的内力恢复了，好像还比之前更强了。多亏六师妹。小姑娘，你倒是有几分胆识，还敢在此地逗留。我以为你会夹着尾巴迁都呢。我有何不敢？你北狄违背誓言，非但没有交出10成，还大举来犯。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厚颜无耻的北狄王究竟长什么模样。你不过是逞口舌之快罢了。你们周人没有这么无知吧？居然不认识4象大阵！果然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简直跟阿古基那个混账一模一样。住口！就凭你，也配提我儿的名字？狄阳公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犯我大王天威！你是想拉着皇城所有人给你陪葬？好了，北狄王，你莫要再绕弯子了。这次想向我们大周的子民要挟些什么，好让我见识见识北狄人的厚颜无耻。这小姑娘怎如此淡然？难道她有什么底牌不成？狄阳公主倒是聪明。我们北狄要的不多。第一，草原大漠缺布少粮，我大王要周朝每年进贡粮食300万担，布匹1万匹。第二，我大王要为王子复仇，还请公主乖乖的交出那小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边境10城，我北狄人尊贵，理应驰骋于草原大漠，可如此便无人干杂活。还请公主牵300万人口至我北狄，为我们养马10份。至于美女嘛，不多，3000人即可，用来犒劳我北狄最骁勇的战士。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！真是岂有此理！是啊，这分明是想把我们大周当奴隶来用嘛！对呀，这位大人说的对，正若北狄本来就高于你们这贱民一等。放肆！不过是一群未经教化的蛮夷，也敢骑在我泱泱大国头上，让本宫的子民为奴，你们也配？配，当然配。我知道你们周人读书写字、种田织布样样精通，可那又如何？我北狄只需动动腿，去你们边境走一遭，那岂不是应有尽有？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皇姐，不必再与他们谈了。我们大周就没有怕死的懦夫。好，2位公主倒是悍不畏死，可是你们的子民呢？
公主身旁的侍卫呢？他是不是跑了呀？什么？跑了？这一切皆因他斩杀北狄王子而起，他怎么能跑呢？哎呀，就是啊，呀，飞仙，这可怎么办？是啊，哎呀，是啊，这位大人，我承认那人击败阿古基王子确实有些实力，可在天罡镜面前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更何况，我北狄这次出动的可是50名天罡镜。什么？50人？就算在我们大周最鼎盛时期，也从未出现过50天罡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那侍卫定是听到消息，逃之夭夭了呀！怕了吧？怕就对了。这个世界就是强者为尊，弱者就该被摁在地上，狠狠地羞辱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你是何人？竟敢在本王面前撒野！大王，正是这侍卫杀了阿古基王子啊！你要怪就怪他一人吧，与大周无关啊！大王，赵侍郎，阿古基率北狄大军压境时，若非沈侍卫，又岂会有你今日的锦衣玉食？而今才过了多久，你竟然要将沈侍卫送给北狄？我大周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恩人的吗？殿下，今世非同往日啊！这沈侍卫再厉害，也绝非天罡境巅峰的敌手啊！更何况四象大阵已悬于皇城之上，现如今只能弃车保帅啊！殿下，弃车保帅？我看你赵侍郎是想用沈侍卫的命保你自己的命。若他北狄想要的是本宫的命，你是否也会拱手奉上啊？臣不敢。够了，我大王到此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之前北狄要的1分不能少。至于这小子，放肆！谁允许你指我师兄的？风雨楼圣女，难怪我儿会败。看来你是背叛我们了。大王，微臣恳请大王将此女赐予微臣，不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。本王现在就要宰了他，让他知道叛徒的下场。师兄其实不必如此，他不是师妹的对手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妾身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你瞧他那凶巴巴的样子，妾身刚刚都要吓死了，还好有师兄在。师妹，你这样真让我恶心。师兄，你瞧他们，这就是天什么境巅峰吗？不太行啊。敢不敢放手？咱俩真刀真枪干一场！哦。你们笑什么？我叫大王还未出力，待会儿有你们好干。往哪儿劈呢？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堂堂天罡境巅峰，竟被沈大侍卫当狗打！我也不知道啊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老夫用了几十年的功力，如今更是达到天罡境巅峰，怎么可能
会败在你小子的手里。什么天罡境巅峰，还不如我师兄的半根手指。哎，师妹，过了，差不多1根手指。你敢侮辱本王！说实话你也急啊？说了1根就是1根啊！不信的话，再试试。王姐，你师兄真的比这小侍卫还厉害啊！要不然你把他收了吧。别胡说，难不成他真的是我师兄？你别过来！你再敢往前1步，我便发动4象大阵，届时送这皇城千百万人去见阎王。那你试试呗。快，给我发动4象大阵，把他们全给我灭了！完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完了，都怪沈侍卫，这下彻底完了呀！大王，不好了，大王！大王，我们天罡境高手全部陨落，4象大阵被毁了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王，我们快撤吧！这大殿里面有高人呐！有高人？撤！哼，我北狄天罡境高手倾巢出动，北狄王，看来攻守一行了呀！这次该我们大周开条件了吧？不可能！我是天罡境巅峰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我师父说过，习武可不是争勇斗狠的。看来你啊，不适合习武。大王，你的功力呢？你的功力没有了！堂堂天罡境巅峰，竟被沈大公子说废就废了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无理蛮夷，还不快叩见大周新皇！无礼北狄，屡屡进犯我大周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便由我们周人接管吧。是。至于你们大王，带回去好好养着，千万别让他死了，以儆效尤。退下吧。沈侍卫，你屡屡帮助我大周，助我朝脱离灭顶之灾，你可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看看你的。师兄，我求你了！公主殿下，还容我师兄再考虑考虑。好，今日你们3人也辛苦了，先下去好好休息。是。舒服。这次没人能来打扰我了吧？谁啊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澡了？沈侍卫，长公主殿下让我服侍您。不用，我自己一个人洗就行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您敢小的走，小的可不好交差啊。谢谢啊。
别吃了。啊，沈公子，这是给您明目用的。哦，明目。你的手很嫩呀。小的没干过什么重活。哎，那不行啊，没劲儿啊，换一个。挑上了。说什么？咱家说，咱家有的是力气。哦，够不够用力？不够啊。够不够用力？还是不行啊！你再大点劲儿。够不够用力？我就说你没力道吧？啊！你看你这筋儿软。姑娘快放手啊！虽然我挺帅的，但是有伤风化呀！今天还非看不可了！你给我老实点！不要啊！我是为你好，我的主持人知道了，会唱4首的啊！哎，不是，你别乱看呀，姑娘别胡乱摸呀！哎，姑娘你轻点！哎呦！师兄，你真的是我师兄？不是，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我早说我是你师兄了，你别……皇姐，你怎么还在睡啊？今日可是要选您登基时要穿的龙袍啊！谁啊？大早上的吵得不得安宁。可能是只小野猪吧。皇姐，你可真是的。哇！什么情况这是？这也太精彩了！我得把它写下来，就叫《长乐秘史》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也绝对不会写什么秘史，什么没的，放过我吧，求求了。他呢是我的师兄，日后也是我的夫君。至于龙袍之事，就交给你去挑选吧。谁同意了？我好像也是被强迫的吧？哼，你在这恩爱，让我帮你挑选龙袍，我非挑件最丑的。算了，先跑再说。姐夫好，姐夫再见。师兄，现在该说说我们俩的事了吧？我们俩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找你。做长公主好累，还是待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最轻松，最自在。师兄，你不要离开好不好？好啊。真的？当然了。不过师妹，你可不可以给师兄看看九转风云诀呀？不要。除非你说你非常非常喜欢我。你非常非常喜欢我？师兄，你是笨蛋吗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你。我非常非常喜欢你。师兄，你太好了。那给你看吧。我呢要去睡觉了，就不影响你练功了。这段九转风云诀总算是记下来了，运转一下试试。
这九转风云诀好神奇，明明还差最后一段，却感觉天下万物为我有，山川河流任我游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又用功了？师兄，你刚刚在干嘛？五师妹，六师妹。反正呢，师兄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打算登基以后便与师兄完婚，与他一起共治天下。至于二位师姐嘛，我会为你们寻一门好的亲事的。不行，不行又如何？反正师兄喜欢的人是我。师兄与师妹若是执意如此，妾身倒是不介意拼个鱼死网破。妾身就不信师兄还能时时护着你不成？六师妹说的对，小师妹你别忘了，善医者必善毒，我就不信你能不吃不喝。你们，师兄，师姐欺负我。师兄，你要帮谁？这画面好熟悉啊！师兄，你快说，你以后要娶谁啊？那还用说呀，我身世显赫，师兄娶了我，定能一步登天。他当然是要娶我啦。什么身世显赫？等我下了山，就让爹爹灭你满门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争？你敢？诗诗不愿与二位师妹争吵，但若师兄喜欢诗诗，诗诗也愿与师兄做对比翼鸳鸯，双宿双飞。好你个何诗诗，你这分明是趁火打劫！就是，等我下山，第一个就宰了你！哎呀，行了，我全都去。我呀，全都美的你！师姐，别给他看风云诀，急死他！别给他看风云诀。三女追一男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王姐加油，我赌你赢。不过，这就不能叫长乐密室了，那就叫银瓶乍落梅花开，简称银瓶。算了，还是写个通俗一点的名字吧，那就叫下山后我被师妹包围了。二位师妹等等，三位师妹，我们从小便在一起，就算没有九转风云诀，我也已经把你们当成家人了呀。如今非让我选一个的话，那我还不如回去算了，一个也不见。罢了，谁叫我见不得师兄这般。只要能与师兄在一起，倒也好。你们同意了？哎，好了，都依你们。不过我要你们都效忠我大周。我就知道师妹们最好啦！不是吧？这都行啊？哎，我师妹啊，那个东西就差你一个人了。那也可不能负了我。师妹，你放心。腿都劈成章鱼了，还有什么好负的？哎。
哎，等，就这一句话我都记住了，你还没有记住，分明就是缠师姐身子。等，师妹，我记得慢嘛。而且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还不是怕你对师姐图谋不轨。就是。师兄，你快看，水都要凉了。这就看。看完就练，也不知道补偿人家。麒麟儿，若想解身世之谜，得我青龙宝藏，须来我洞府一叙。至于是生是死，全凭你的本事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10年前你师父便殒命于此。至于你，师兄，你真的要去吗？这分明是个陷阱。就是，师兄，依切身看，还是不要去了。有我们3个人陪着你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二位师妹说的对，那天外妖物如此激你，想必在洞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而其洞府之中必定设下天罗地网。那咋了？纵使是龙潭虎穴又如何？你们忘了，你们的师兄可是无敌的。那我要陪着师兄一起。我就知道，那我也要去，毕竟我会医术。我也去。小师妹，你还是算了吧，免得白白去送死啊。我也觉得师妹还是留在此地为好。你们可不要看不起我，师兄给我传了功法，现在我的功力已经突破了地煞境。小师妹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师兄，要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师兄偏心，我也要师兄传功法。还有我。好，一起去，走。走。那傻小子肯定被我吓坏了。不过以他的性格呀，不可能不来呀。我得想个法子，好好的收拾他，让他知道为师这60年的功力。青儿，你的小师弟要来了，开心吧？等为师飞升之后，你就跟着他吧。哎呀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当那小子进入我的山门之后，你们几个丫头啊，这魂儿都被他给勾走了。不过，青儿啊，你的话也少，也不知道，哎呀，他现在能不能记得你这个3师姐呀？这个地方果然处处弥漫着诡异，但又有种熟悉的感觉，好奇怪。管他呢，进去看看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师兄，你让开，管他是什么，拆了它便是。这怎么可能？世上除师兄外，怎会有人挡得住我的针呢？青儿这奇门遁甲之术早已修炼至登峰造极境，就连老夫都碰不到，更何况你们？青儿，给他们点苦头尝尝。不好，这也有毒。麒麟儿，要想见本座，必须经过3道关卡，你可准备好了？
你说。哼，那这第一关就让本座试试你的内力吧。好重啊！好多了。不但能扛住老夫的内力，还能护下他人。小子，你这九转风云诀可以啊！看来为师能安心登仙了。师兄，狗东西，若不是你耍这些阴招，怎会害师兄如此辛苦？可看散了这毒，再从你那龟壳里爬出来，看本姑奶奶不把你炸成刺猬！好你个小苏梅，就这么骂老夫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师兄，收工吧，我们扛得住。我没事，只是现在有些热罢了。你们都离我近点儿，发力了。嘿嘿嘿嘿，哎呀，你的九转风云诀已经快维持不下去了吧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妄图反抗，不自量力！让我再给你点厉害瞧瞧！怎么压不动？三，哇，是吧？小子，你不但破了我的功力，哎呀，还把洞内的毒气都给驱散了。这还破了青儿的奇门遁甲，他什么时候有这么深的内力了？哎呀，就青儿那小丫头，就暗中帮助他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别让他跑了。放心。还好还好，老夫没有白疼你。狗东西，又缩到乌龟壳里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完没完？就是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世外高人，没想到是个缩头乌龟。你们，好，小子，这关就算你勉强过了，还有2关，你敢不敢应战？来呗。不行，这3个小丫头现在跟他穿一条裤子了，届时发现我的身份，定免不了许多麻烦。我得想个办法离间他们。10个呼吸剑，你要找出他们之中最重的一个。你要是选错了，没找到的话，这青龙秘藏可就与你无缘了。什么？无论你选中哪一个，你都会得罪人。老头，我可真坏。还好不是我，幸好平日里吃的不多。师兄，其实真的有那么胖吗？你都没有犹豫。师妹，这还用想吗？师兄，你真坏啊！那师兄喜不喜欢？当然喜欢。那就好。说啥呢？他娘的，这苏妹怎么不生气呢？这小子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？哎，我找着了，赶快下一关吧，别磨蹭了。你得亲口承认才行。我就是最正的那个，那怎样了？好，这关算你通过了。这最后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，你要找出他们当中，谁晚上睡觉打呼噜，谁的脚最小，还有谁最喜出汗，还有谁肩头有颗痣，还有谁的肋下起疹子，还有，我想想，你们离远点。师兄，别留手。放心，还有完没完？那真的，青儿这奇门遁甲呀，我还是能挡得住的。剑荡九州。师兄，这才是你的剑荡九州嘛！就是，去看他死了没？要是死了，我救活他再打一顿。走。
哎呀，小兔崽子，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！青儿，怎么了？青儿，奇门遁甲破碎，而遭到的反噬。什么？那小子真到这种境界了？快做好受死的准备！师傅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最近天有异象，为师算出了天门即将打开，想临走之前过来看看你们嘛，开玩笑。师兄说的是这件事吗？就是，师兄问的是你为何假死，还有青龙秘藏和师兄的身世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说起这件事我就生气。对，你师娘和那2个师姐叽叽喳喳的，哎呀，扎到老夫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我逼不得已，我才带走最安静的徒弟。有这你以后就知道了。现在我就知道了。都闹什么呢？青龙秘藏和师兄的身世呢？拿你的身世。回去再看。至于这个青龙秘藏嘛，当然是为师成仙之后留下的仙气了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这里修炼，日后一统天下。就这，谁稀罕？不，现在就是天门大开之时，你们快随我来，快走来！走。快走！叩外天门！哎呀，好徒儿，莫要羡慕为师啊！为师修炼多年，早日成仙也是应该的嘛。师傅，我只是……知道，激动了是吧？别着急，等为师成仙之后呢，我跟上面好好求，一定让你们早一日也成仙。师傅，你误会。哎呀，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，快跪下吧！一会儿惹恼了上仙，我们可担当不起呀！不是我，天门已开，小友何不羽化成仙？哎呀，我不管你们了。小道已脱去凡尘，心无杂念，恳请上仙引路。沈小友，机缘到，天门已开，何不羽化成仙？什么？我就知道。上仙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这人间已是天，又何苦上青天？罢了。你们快劝他呀！不要，我才不想跟师兄分别。哎呀！区区凡人竟敢违抗天命，仙界不来也得来。沈怀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当真不来我这仙界？快同意呀！等什么呢？为师要好见你光啊！你等什么？快同意！不了。不过我师父好像很想成仙，不如就让他替我去吧。啊！哎呦，好徒儿哦！为师没白等你。放肆！登仙岂是儿戏？沈怀，难道还想违抗天命？违抗天命又如何？师兄，别冲动。是啊，师兄，仙界也很好。师兄，天命不可违，乃英雄之本数，你千万不要冲动行事。是。跪着呢，老头，还不快来登仙门？我。好徒儿，为师要登仙啦！好好照顾你的师姐师妹。知道了。师兄，你不去真的不要紧吗？毕竟
师父他穷极一生，都只是为了登仙。是啊，虽然算了吧，随师兄心意吧。毕竟我走了，你们会很难过吗？对了，师兄，你的身世呢？哦，师兄，这上面讲你是大周并肩王之后，还说若姜氏无后，师兄可继承皇位。师兄，你要抢师妹的皇位吗？啊！我才不要，麻烦死了。走，回家。走。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嗯，来。夫君，朕的腿好酸啊，你快来帮朕揉揉腿啊！哦，郎君，昨晚你都陪嫂师妹了，今日该陪妾身了。怎么要打架吗？师兄，他们是不是太吵了？还是我比较好吧？我终于知道为何师父只带30节了。师弟，给。谢谢30节。好你个30姐，在这儿玩暗度陈仓是吧？就是，这不公平！怎么不许我儿知道谁先算了啊！轻点儿。准奏，准奏，你也准奏。为何这龙袍会披在我身上？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啊！陛下，还请您注意仪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西戎特使求见。你们大周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呀，无人能与我西戎一战呐！快，多说点，千万别停！我可太喜欢这种放荡不羁的样子了。后面的4尊大佛终于能换换地方了。